最近嘉义市有一个路口正是倒滑的专用车道哦，也毋过因为路毋是直直的，是一寡小块歪歪哦，都未少民众哦，因为无拍方向灯来驶弯，收到罚单。交通处嘛呼吁讲，只要有换车道，拢爱拍方向灯，会搁加强宣导。顺着涂骹的车道线弯路口的时阵，要为内底车道先带行，才会当继续直行。都有民众带行的时阵无拍到方向灯，结果去接到罚单。你没有注意到，其实你直行过去的那个车道，你占用到的是可能是内车道的这个车道，因为它有画虚线。对，我实测10台，有将近9台是没有打方向灯的。对，所以就是这个可能要再宣导了，让大家都知道说，其实你这样直走上去，你是要记得要打方向灯。敢若2线车道的路段，伫路口增加倒滑的车道，原本伫内底车道要直行的人，顺车道线行，搁爱拍方向灯。嘉义市最近一寡路口，拢出现这款倒滑的专用车道，民众伫网络顶面提醒大家分享家己接罚单的经验。真侪人嘛讲，安尼路线的规划，确实会害人无去注意到。我们要左转或右转的时候就要打方向灯，还有一个情形就是变换车道的时候要打方向灯。那因此，只要跨线、跨越车道的时候，事先跟全程都要打方向灯，直到变换车道完成为止。嘉义市交通处表示，市内车辆的增加，再加上一寡路段的施工，才会来使用这种偏新式的倒滑车道。未来会来加强宣导，提醒倒滑变换车道拢爱使用方向灯，减少民众违规守法的行为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